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非洲猪瘟爆发到第7天，市政府的疫调总算出来了。市政府讲，因为一开始无用咧防堵到疫情，所以第一轮的疫调无正确。另外，检察官约谈到猪瘟相关的证人，独独就是姓王的迄位受益者无约谈到。华视的记者独家打电话联络到伊的太太，这讯号真歹。 原来因出国了，去韩国。地检署讲会监控着行踪，只要因一个回国，就会马上来约谈。检方约谈非洲猪瘟相关证人，包括饲伫场的爸仔囝，还有特约寄生兽医、甲动保处兽医，都是无关键的王姓兽医者。原来伊出国啊。韩国信号不好。兽医者太太接到记者电话，头一通先挂掉，第二通讲人伫韩国信号无好。其中地检署嘛证实，翁仔某拢出国，无伫台湾。还没有入境，兽医所执行兽医师的业务的话。 他违反兽医师法第30条，得处新台币10万到50万。检方强调，已经掌握王姓兽医者的行踪，若入境就会随约谈。今日非洲猪瘟第7天啊，市府疫调才出来。第一时间，我们的精力呢都放在这个防堵疫情的扩散上。案主跟他的儿子提供的疫调的说法不是那么精确。市府查出10月11号，饲猪协会通报动保处，案场有20只猪死亡，推测是单独拄到国庆连假。 动保处派赖姓兽医了解状况。10月13，赖姓兽医打电话给猪农，猪农讲已经问王姓兽医者，可能是胸膜肺炎，用避孕药来治疗。王姓兽医者头摆通报动保处，初步判断是放线拐菌、胸膜肺炎。10月14，动保处赖姓兽医到猪场疫调，猪农讲已经问王姓兽医者用药治疗，病情有改善，体色检验。赖姓兽医看记录登录，讲临床的镜头出事老片血。 嘛回报讲，放屎无血，毋是非洲猪瘟典型的镜头。到10月20，案场出现3岁拍种猪死亡。王姓兽医者透早9点，佮通报动保处，动保处派2个兽医到场采验。10月21，化验室 PCR 验出阳性。22号，动保处以方性扑杀大195只。拄开始，农业局疫调讲，案情死亡的猪有117只，详细疫调减少变78只。 外界怀疑是不是有猪农私底下处理病死猪？老农也是只有一个途径，就是做化制。农业局强调，猪农拢是通知化制车处理，无私底下偷烧。另外，有问题猪仔场已经清销过，不过案场要是验出有2夜出现猪瘟阳性的反应，显示消毒无够彻底。市府嘛强调会搁加强清销，加派警察来巡逻，而且加装电杆。另外，要求猪农袂当互唔知影的人挖进猪场，避免搁畏团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